首100首吼，拢总有50，吼，伊本身就是诗篇32篇，吼，规个诗篇32篇内底的歌词，吼，这是韵文诗篇，所以将诗篇，吼，改做迄个有押韵迄个诗歌的迄个形式，所以第一站，咱做伙来读，第一站就是诗篇的32篇。第1站、第2站，咱做伙来读圣经站来，假使得着赦免，罪过得着遮扛的，即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干杂的，即人有福气。咱来唱第1站。回来，归去的下坠的江港，谁能去江湖后也长？兄弟们，一生的只路心在快乐，所以就咧回应拄啊的诗篇32篇，第1站、第2站，咱来看第2站。第2站就是诗篇32篇的第3站、第4站，咱来读圣经站来。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高达，因为我同日大声吼，因为明日你的手重重刺我，刺我，吼。所以但是迄个歌词的部分吼，伊是用迄个明日缀我，吼，总是伫咧经济内底是刺我，吼。好，咱来唱第2站。我捌白来，我捌点点无爱基督，无爱情我的罪，主求你的我知道，一世相顾纳税。第3站是诗篇32篇的第5站，咱做伙来读经站来。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咱做伙来唱第3站。对你排列所犯罪过，无怨坑我罪孽。我讲我为尽我的心，你就甲我赦免。这个所在伫歌词内底吼。迄落无，我唱一个，帮我那个，不晓得为什么不见啊？好，伫即个所在，哦，第3站的第1段上后尾啊吼，无伫歌词内是稳坑掉的吼，稳坑。哦，来，咱来看第4站，第4站是诗篇32篇的。第6站，吼，咱来做伙来读圣经站来。去那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记到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袂到伊遐。咱来做伙来唱，吼，第4站，来。虔诚的人，叹息找你，就求。是伫诗篇32篇10站、11站，咱做伙来读。歹人受侪侪苦难，独独我靠耶和华的人，要有慈爱，世人归依。恁义人啊，
又因为摇花来欢喜。快乐，咱做伙来唱第五节。来，看到有主。诗歌咱就唱了，咱诗篇32篇差不多拢会当按量起来吼。第2条的诗歌，吼，这条嘛是大家真熟，吼，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因为伫咧以赛亚书41章13节安尼讲，因为我摇花你的上帝要牵你的正手，甲你讲，毋免惊，我要帮助你。吼，即个做事的人吼，主牧吼，即个伊是一个牧师，有一边吼，伊迄个正道了，伊是用诗篇23篇做伊的迄个正道诶内容。啊，因礼拜煞就要去一个迄个瓦森吼，咱真是吼瓦森的迄个职事的厝内底，大家就伫遐坐伫遐来讨论哦今仔日的信息，啊，大家拢。伫遐咧感动讲，实在是吼，不管咱是拢不管是行伫啥物款的路径吼，拢有主的迄个管吼，甲推伫遐来安慰咱，伫遐来引带咱。所以伫迄个时候，大家伫遐咧分享的时候，足感动，所以马上就摕纸甲笔起来，写着即条575首的即条诗歌的歌词。啊，伊写了就交互伊的太太。伊的太太就偷偷将伊即个歌词摕去寄互出版社，结果出版社就将伊的迄个歌词出版，伊家己拢毋知影。吼，有一天吼，伊邀请去欧洲的一个教会伫遐讲道，吼，啊伫遐讲道的时阵，无想到讲，迄个教会所唱的，就是伊写的一条诗歌。伊看到讲，我的诗歌哪会？因为是到尾有一个音乐家吼，就看到迄个伊出版的即个歌词，感觉真感动，就是替伊吼来谱即个曲子，吼，啊，结果就放在迄个诗歌内底，啊，无想到讲，伊家己安尼去欧洲，啊，结果伫欧洲几啊间教会，没想到哦，伊是美国人，总是伊的歌是伫咧欧洲伫遐发扬光大，吼，瑞典啦，吼。也是用其他迄个国家，大家拢真爱伊的即条诗歌，吼，所以咱做伙来唱看觅。啊，所以到尾有人甲访问讲，啊，你当时吼，啊，你是啥物款的情形来写即条诗歌？伊就伫遐讲，就分享讲啊，迄天就是正道了，啊，转去一个即事因兜，大家伫遐咧分享的时阵真感动，所以当场就写落来，爱家己讲吼，讲即个诗歌吼，啊，总是用即条诗歌吼。后壁才迄个副歌啦吼，副歌毋是我写的，毋知是啥物人甲填起哩。这人若年纪大吼，有写记忆的较无好吼。到尾啊，伊去因太太迄个箱仔底去掀着伊家己的手稿，伊讲原来连即个副歌嘛是我写的，吼，伊家己写伊嘛袂记哩吼，这几条吼拢是经过即个牧师写的，咱来唱第一节。基督徒，检查你已经信基督教，你已经诚侪基督的门徒，已经40-50年、50-60年，
7、80年，总是伫这诗歌内底甲咱讲，咱嘛是共款，不管你是偌久的基督徒，你永远爱日进步，因为这条天路，毋是遐尔容易，所以咱着爱兄弟姊妹，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提醒，大家做伙来行这条天路，咱来唱第2节，来。伫即个所在今仔日是迄个大抗节，所以咱嘛是有缘，咱感谢上帝，伊手术基督伫来正做咱的救主，咱是因为伊的降生，到尾啊伊的受难国外，咱才会当正做伊的囝儿，所以咱实在是爱想着到尾。咱一定较赢死死的关系，咱一世人咱着伫遐来相信，有主伫遐保护咱，咱来唱第4节，来，当救主双手交工，主属信息夫妻帮助，高位看呀，虚实关系，信息是让地主。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上主讲，看日子要到，我因为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的好话，我要互伊食。当迄日迄时，我要互大卫发生奇的机，伊要伫地上行公平甲公义。伫迄日，犹大要得着救，耶路撒冷要安静徛起，伊的名要称作上主咱的意。参加来因诗俄罗上的信息205首，信息205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起应，做伙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啊，我的心神仰望你。见若听候你的，得较无见效。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上主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因为这是古早以来常常有的。
上主是好骨正直，所以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既若属伊的有甲伊的感情的人，上主款待因，拢是用慈爱心事。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学罗你是大权能的上帝，也是创造世界万美的主宰。你是公义的主，也是仁爱的主。因为你的慈爱，互阮来到这个世间，你认捌阮、疼阮，伫阮还未跟对你以前，你已经疼阮每一个人。阮感谢你，慈爱的上主，你疼阮赢过阮疼家己。你赏赐阮人有无共款的恩赐，会当互相帮助。透过遮个恩赐，互阮有较好的生活。但是人的心骄傲，时常袂记得，这拢是你所赐的。人离开上帝，我靠家己，伫生活中犯罪，做歹代志嘛感觉无要紧，为着赢过别人，嘛会互相伤害，互即个社会充满罪恶。人有时心内欠缺，想要得到平安，想要做好代志来赦免家己的罪。但是人若是我靠家己，犹原伫罪恶中，袂得到讨报，也袂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伊用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得到新的性命，会当顾亲近你。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阮心内有平安。伊的疼是阮生命中的祝福。阮也要时常想念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予阮生活中的一切。嘛要将这美好的福音传互人，因为这个世界也有真侪人也袂认捌你，也有真侪生命需要你，亲像阮共款，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恳求主引带阮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中，诚做光，分享你的疼。求你的灵时常感动阮，提醒阮，伫生活中爱帮助人、疼人。为别人祈祷，因为这疼的源头是对你来的，你的慈爱永远袂煞。阮生生摆咧以上的祈祷，只是阮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6节。新约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6节。伫字嘅清醒的底尾有掉头，伫地上列邦困苦，为着海甲鹰的哗哗吼就混乱。人对惊吓以及天后所要交伫天的事就分去，因为天上要震动。伫迄时，要看见人子用权能甲大阳光做云来，拄有遮的事，恁着挺身起来抬头，因为恁着受回棍啊！各用比喻甲因讲，试看无花果甲拢总的树，因不义的时，恁看见就家己知下天棍啊！安尼，恁看见遮的事，就知上帝顾棍啊！我实在甲恁讲，这世代还袂过去，遮的代志拢要成，天甲地，买无去，我的话买无去。若是恁着家己谨慎，惊了恁的心，互贪食、酒醉，甲这世间的快乐拍乱，就迄日亲像活豆有人到伫恁，因为迄日要亲像安尼，到伫见若徛起全对面的证人，若是恁着逐项坚持祈祷，互恁会得到闪避将来的拢总的事，来徛伫人主的面前。讲道，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坚持天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根据咱教会节期的安排，伫圣诞节的前4个主日是抬杠节期。伫即个节期，咱备办好家己的心来迎接耶稣的出世。有一寡教会较注重礼仪，因会用一个抬杠的花环来做布置。即个花环的主体是用青色的长年树枝代表生命，箍做圆的是代表永远。伫花环的顶面有4支蜡烛，3支是紫色的，1支是粉红仔色的。中间有1支较大支白色的蜡烛。伫大港节期第1主日会点到第1支紫色的蜡烛，代表期待愿望，咱来坚持来备办听候来备办耶稣的出世，并且随时来反省咱家己的言行举止，是毋是对上帝有信心。第2大港主日会点到第2支紫色的蜡烛，代表备办信心，就提醒家己要备办主的道路，互也未信的人会当因为咱的好所行来渴慕要来认捌主耶稣。第3大港主日会点到第3支粉红色的蜡烛，代表宣告喜乐，因为咱拢已经经历耶稣为着咱降生，互咱伫罪恶中来得到逃放。咱确信主耶稣就是咱伫听候的救主，所以咱爱用听、用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第4大港主日会点到第4支紫色的蜡烛，代表服侍仁爱，提醒咱用信心、愿望来听候来服侍，并且备办心来迎接救主的来临。最后到伫12月24号圣诞暝，也是12月25号圣诞节迄天，会将花环顶面所有的蜡烛拢点到，并且嘛点到中央迄支白色的蜡烛。这支白色的蜡烛代表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伊已经来到咱的中间，以马内利的上帝甲咱同在。所以今仔日是第1大港主日，就是敬请听候的日子。咱做伙用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6节，咱互相来勉励。这段话是耶稣伫受难进前的几工，伊伫圣殿所讲的一段话。伫迄几工，耶稣拢会去到圣殿，伊伫遐教示人，并且伊嘛做出几啊件互人情意外的代志。亲像耶稣引导伫圣殿内面做买卖的单仔。也是耶稣甲学生伫遐看人安怎伫奉献，所以当耶稣对着
就是遮经学士、遐祭司，也是一寡较亲近罗马政权的撒都该人，因知影耶稣伫遐，因要去到遐，想要掠耶稣的芳。但是耶稣拢用适当的话一一来回答因，互因无法度来辩驳。当时是犹太人的节期，就是搬过节，所以圣殿非常的闹热。侪犹太人对寄居的所在转去耶路撒冷，因无可能随身来带着羊，所以圣殿有提供服务，就是有真侪担仔伫遐卖羊，伫遐卖牛。方便人会当买来献祭。伫遐担仔中间，嘛有一寡是专门对换圣殿专用，顶面无刻罗马皇帝的像的钱票，方便人会当换来奉献。所以当时圣殿一定是非常闹热，充满牛羊伫遐叫的声，嘛有人伫遐买化价的声，嘛是有钱人因伫遐落伫遐翕真济银角仔。入去迄个奉献箱，奉献遐钱弄着金属所做的管，发出当当当，亲像音乐的声。其中嘛有文士伫遐教导律法的声。哇，规个圣殿敢若夜市仔共款。所以耶稣的学生嘛，敢若是伫踅夜市仔共款。当伊看到哇，一间遐尼水的圣殿，当时的圣殿是大希律，伊伫当时统治犹太地区。伊为着要收买遮犹太人的心，为着要彰显家己的统治，所以伊将原本的圣殿扩大做3倍，哇，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所以耶稣的学生看到遐尔壮观的圣殿，喙无法度禁得，开声伫遐讲：哇，即间圣殿乃遐尔水，拢是高级的石头起的，并且满满拢是人献的礼物。但是因的话较引起耶稣的感叹。耶稣讲：恁所看见的遐物，日子要到，伫遮无有一块石留伫石的顶面，也无扯落去的。耶稣敢若咧唱衰共款，毋但安尼，耶稣煞讲耶路撒冷的命运，要有大的困苦到伫迄个地方。也想起到伫迄个百姓，因要受倒台死，受掠到万邦，耶路撒冷要互外邦人吞打。哇！遐尔伟大、遐尔壮观、闹热的圣殿伫人的眼前，耶稣的学生安怎想，因嘛无法度相信即间圣殿会无去，所以因就问耶稣讲：先生啊，安尼什么时要有遐个事？搁遮个事要成的时，有啥物兆头啊？因就望讲，伫遮个事要发生的进前，会有啥物兆头，互因会当比其他人搁较知影，搁较早会当来知影。咱拢知影讲，一般的犹太人，因伫面对即个弥赛亚预言的时，因拢期待即个弥赛亚会来拯救因，会来处罚统治因的遮外邦人。但是耶稣的意思毋是安尼哦，耶稣讲审判毋是对外邦人开始的，是对耶路撒冷，是对恁犹太人的中心，就是圣殿开始的。因为耶稣有看出迄个时代遐个犹太人的问题，当时有一寡犹太人，因非常的好战，因甲罗马政权正面伫遐对角。最后引起罗马人几啊摆出兵来镇压，也是当时有真侪假先知伫遐鼓吹因的同胞讲：哎呀，咱毋免惊罗马人，上帝会惊神者来拯救咱。所以因听这个话一点仔警觉也无。另外，嘛有真侪宗教方面的危机，亲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各据山头，逐个人拢想要掌权。但是因无真正敬虔，遐普通百姓咧，敢是无辜的？毋是因欺负送乡人，无照顾因中间的孤儿寡妇，嘛无判大力去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毋对的。所以耶稣看出迄个时代的犹太人非常的无知，
所以耶稣教示伊的学生，毋是一直在期待政治上的比赛啊，因为耶稣的国毋是世间的国，并且爱做好准备，因为耶稣的确会过来。但是伫耶稣过来之前，真侪代志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伫这变化产生的是，人是要安怎徛在下条，人是要安怎敬请听候咧。所以耶稣讲，伫日月星辰要有调头，伫地上列邦困苦，为着海甲影的发号就混乱。人对惊吓以及听候所要到天的事就分去，因为天上要震动。哇！当咱看到这描述的时，毋知影咱的内心会有啥物感觉？有的人可能会真惊吓，然后将世界所发生的天灾人祸做一个联想，认为讲末日得要到啊。但是嘛有可能有人会想，耶稣所讲的一定是以后才发生的代志，甲我无关系，所以犹原过得罪上帝的生活。但是这两种态度拢毋是正确的，因为耶稣的讲论用的是启示性的语言，伊是分析当时真实的状况。耶稣毋是伫预言未来。这种启示性的语言会互人感觉好奇，当伊听到耶稣安尼讲的时，会引起因的注意。哇，这间遐尔啊壮观的圣殿会无去，安尼咱安怎将咱的安全感要放伫什么款的所在咧？这种代志当时会发生咧，所以这种语言会引起听众的好奇。另外，这种语言的表达，嘛会互人惊吓惊醒。哇！日月星辰，大自然要产生遐尔大的变化，安尼咱是要安怎咧？所以简单讲起来，这种启示的语言，就是要互人伫看起来无烦无恼的局势内面，敢若突然间大力甲你讲一个共款，互你会当醒过来。所以伫咱的圣经内面有真侪这种启示性的语言，亲像启示录，亲像咱咧读但以理书、但以理的后6章的所在，遐个所在是描写但以理伊看见的异象，这拢是算启示性的语言。这经文互咱读，但是咱敢若佫读无。毋过，因就亲像伫黑暗中点倒的一支蜡烛，要照光遐个敬请听候的人，互这人真正看清楚，因伫听候的是一位，是世间遮有权能但是暂时的君王吗？也是因伫听候的是人子用权能甲大阳光做魂来的迄位大君王咧？这圣经爱咱用敬请的态度来面对咱的世代，咱才袂互一寡无影的话来骗去。因为信仰嘛有诈骗集团，就是咱讲的异端。异端对旧约就有啊，然后甲新约搁较侪。所以咱看见伫新约有一寡假先知、假教师，因为着骗食。世界游行伫当时的教会做错误的教导，所以无论是耶稣也是保罗，因拢一再提醒信徒爱谨慎，毋通有啥就听啥，一点仔判断力拢无。甚至到伫现代，异端嘛使用真侪的科技来宣传因的思想，亲像东方闪电。咱兄弟姊妹若有用 Facebook、用脸书的，拢会最近定定看见一寡人邀请咱，因想要甲咱做朋友，因自称家己是基督徒，想要甲咱分享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咱发现，因会用一寡宗教的图片，也是看起来一寡真奇怪，用 AI 产生的一寡的图片。另外，嘛有耶和华见证人。因嘛分一寡彩色的，看起来有圣经节的图啊，互无清楚的基督徒认为讲，因甲咱是同一国的，
也是咱定定会伫路里看见一寡骑脚踏车真缘投世界传教的摩门教的这外国人，因自称是耶稣基督幕后期圣道教会，所以伊会邀请讲啊，你来阮的教会参加免费的英文查经班。虽然看见这异端所用的形式，甲正统的教会拢差不多，所以有的人会想讲啊，反正拢是教会嘛，拢共款嘛。但是看起来共款，敢真正共款咧？信仰毋是有免费的物件就好，真正的信仰是伫医治咱的灵魂，是要帮助咱会当找到真神。若是假的，信伊根本就无价值。亲像咱若破病食药啊，咱无可能去摕一粒看起来敢若是药的物件就甲吞落去。伊若是假的，不但无任何的效果，嘛有可能会伤害到咱的健康。所以，伫面对百种的异端，咱要安怎预防咧？圣经有针对异端有一寡的教导。第一，咱若听到有人讲伊是基督，这一定是假的，因为无第二个基督。第二，耶稣捌讲，老人讲时君啦，嘛毋免信伊，因为耶稣搁来日只有上帝知影，无其他的人知影。所以，当咱拄着有人甲你讲某一年、某一天耶稣会搁来，迄拢是骗人的。所以，抵挡异端上好、上新的武器是啥？就是咱的圣经。当咱对信仰有正确的认捌，咱就会当抵挡千奇百怪、日新月异的异端。即面对耶稣要搁来的这调头，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呢？耶稣讲：拄有这个事，恁着挺身起来抬头，因为恁会赎回君啦。当咱看见这个破碎邪恶的世界，耶稣爱咱，毋是伫遐愤恨不平，也毋是伫遐惊吓过日。耶稣爱咱挺身抬头，挺身抬头的意思是欢喜。奇怪，遐尔恐怖的代志要发生。为什么咱阁会当欢喜呢？因为咱知影，咱得到赎回的日子已经近啦。兄弟姊妹，咱坐伫遮，因为咱拢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拢知影咱的灵魂已经得到救啊。但是咱现主时所使用的这个身躯，嘛渐渐在败坏。咱这个身躯嘛受到罪引诱，嘛受到病痛的拖磨。但是当耶稣过来，咱这个身躯就要得到改换。亲像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2节所讲，兄弟啊，我讲血气的肉体未为承接上帝国，未朽烂的未为承接未朽烂的。但我用奥妙甲恁讲。咱无要拢困，是要拢变化。一时仔久，目一年，月期扫角淡的时，因为扫角要淡，死人就要搁活，变做未朽烂的，咱也要变化。当耶稣过来的时，已经过身的信徒，因要搁活，然后咱也活的人，咱的身躯嘛会有变化。所以，伫这个代志发生的时，伫世间人惊世界末日、惊到要死的时，相信耶稣的人，咱就会当挺身，会当抬头，会当欢喜。因为面对安尼日子，咱毋是绝望，咱是要进入主永远的国度。所以，当耶稣要过来进前，咱要安怎面对呢？咱来负责任，来过咱每一天的生活。尽咱的义务甲责任，然后用愿望、用欢喜的态度来迎接主耶稣的过来。到底是倒一日，无人知影。有可能迄日是伫咱日常的工课的时，是咱伫带囡仔，是咱伫做咱的家务，是咱伫上课，是咱伫服侍的迄个时刻，耶稣就过来啊！咱嘛相信。当咱接受伊所交托互咱的，
伫每一日，咱会当做好遮个工课时，到伫迄日来临的时，伊会称呼咱是好搁尽忠的奴仆。这敢毋是咱上大的期待吗？虽然主倒一天来，咱毋知影，但是耶稣爱咱知影，咱爱有迄个敏感度，知影耶稣就要搁来啊！伫遮耶稣用无花果树甲所有的果子树来做一个比喻，试看无花果甲拢总的树，因发芽的时，恁看见就家己知夏天近啦。安尼，恁看见遮个事，就着知上帝国近啦。耶稣伫遮用2摆，恁看见就知影，用2摆哦。伊讲，当咱看见即个树开始放芽，就知影讲春天来啊，就知影讲热天已经接近啊。人透过观察即个大自然的现象，就知影四季的变化。恁看见遮个事，恁看见遮个事，有诶圣经是翻译做安尼。恁看见遮个事，渐渐地成就。遮个事是甚物事咧？遮个事就是过去上帝家己所讲过的话，也是遮历代先知所讲过的话，就是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拢知影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爱因伫历史的顶面看见上帝渐渐地成就的一切，这拢是一步一步地实现弥赛亚得要来拯救的这应允。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讲，当恁看见树啊发芽，就知影热天近啊。安尼，当恁看见上帝的话渐渐地应验的时，也应该知影弥赛亚就要过来啊。兄弟姊妹，咱伫台湾，咱无亲像犹太人有遐尼济关系弥赛亚的传统，但是当咱看见，敢嘛会当知影咧？你讲你看见甚物咧？其实咱已经看见真侪啊！咱看见即个世界的历史，搁较强大的帝国，到现在无一个是留落来。但是耶稣这位君王，经过2000年的压迫破坏，耶稣犹原伫千千万万人的内心来做王。咱看见即个世界哪来哪黑暗，哪来哪对路，罪恶畅行。但是咱嘛知影，耶稣的光会当赶开这黑暗的关系，互真侪人的生命因为接受耶稣来得到改变。咱嘛看见真侪咱中间信仰前辈真美好的脚印，因伫艰难的中间掠着上帝，咱就知影，即个上帝是永远袂改变，伊是信实，是永远甲咱同在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遮咱拢已经看见啊，但是咱敢真正知影咧？咱若真正知影，相信咱会有搁较好的性命，因为咱就有动力会去改变，咱就有勇气会当去견地，咱嘛会当伫充满丰富的人生的路程内面，用喜乐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但是咱中间若有兄弟姊妹，你已经看见，但是又袂知影兄弟姊妹，请咱搁较侪来读圣经，搁较侪来做礼拜，也是搁较侪甲同信的兄弟姊妹来分享。你就会发现，信仰毋是假的，信仰嘛毋是理性上的认知那尔，信仰是搁真搁活，并且会当真实实践伫咱内面的安尼一个真理。最后，耶稣甲伊学生讲，这话永远袂无去。虽然伫即时还袂看见代志的成就，但是爱用敬请的态度来听候。耶稣在讲这段话时，伊还甲遮学生伫地，所以对学生来讲，耶稣所讲的人子的降临，听起来有一点仔，互因无法度明白。奇怪，耶稣，你毋是现主时就徛伫阮的面前吗？
为什么你会讲你会过来咧？当时的学生无法度明白，就亲像咱的朋友，也是咱中间有的人心真硬，因也未信。伫听到福音的时，因无法度明白共款。但是当这学生做伙祈祷，圣神降临伫因的身躯顶了后，因总算明白啦。所以因的明白嘛，加做因世界去传福音的动力，甚至伫面对殉教，因也无得惊。但是即时的因虽然也无法度明白，但是耶稣知影，伫听候的这段期间，有可能会面对另外一种的引诱，也是试探。所以耶稣提醒因，若是恁着家己谨慎，行了恁的心，互贪食、酒醉，甲这世间的挂虑拍乱，就迄日亲像活豆忽然到伫恁，因为迄日要亲像安尼到伫记那徛起全地面的众人。这段话甲前一段就是21章12节到19节有非常大的无共款。第12节到19节的时，耶稣讲，伫人子要来的进前，恁会受到极大的迫害，所以恁中间可能有的人会互恁的亲人出卖，有的基督徒会互因咧做生意的，会互禁止来做生意，恁可能会失去经济的来源等等。所以12节到19节，耶稣是提出安尼一个警告。但是伫今仔日的圣经节34节到36节，耶稣较提出另外一种的危机，就是贪食、酒醉，甲即个世间的挂虑。兄弟姊妹，你认为倒一种较恐怖咧？其实拢非常的恐怖，因为受到迫害、受到压迫是真强烈的，是真残忍的，是马上会当夺去人的性命，也是你的财产的。但是耶稣伫今仔日所提出贪食、酒醉，甲即个世间的挂虑，就好亲像是温水煮青蛙，互人伫享乐真舒适的内面，渐渐失去觉醒。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讲，伫人子要来进前，伫伊要来进前，恁有可能会拄到外在来的压迫。但是，佫较爱说你的是，对家己内心出来才会贪婪、放荡，也是对物质官位的才会流乱。因为掠恁、害恁的这人，虽然会害死恁的身躯，会害死恁的性命，但是因袂抢夺恁的灵魂，所以毋通忽略伫咱中间，咱家己内心所产生出来迄个欲望、迄个贪心，因为这会害死的是咱的灵魂。所以看起来，耶稣是在讲，伊要过来进前，基督徒会面对的是内忧外患。外患是这压迫、这迫害；内忧是咱家己内心所产生的这对立、这放荡。安尼是要安怎咧？所以耶稣提出讲，若是恁着逐时敬请祈祷，互恁会当闪避将来隆重的事，来徛伫人子的面前。耶稣伫遮讲，咱爱逐时敬请，常常祈祷。有一个老太太，伊坐伫路边，伊伫注意一面的墙，因为迄个壁看起来敢若随时要倒落去共款。所以每一摆有人要行过去的时，即个老太太拢真好心来提醒因讲：哦，即面壁随时会倒，所以恁行的时爱离伊较远的。但是这个互人提醒的过路人感觉真奇怪，即个壁看起来好细好细，哪有可能会倒咧？所以过路的人拢将即个老太太所讲的话当作耳边风，无要插伊，就顺即个壁慢慢啊行。所以即个老太太坐伫遐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即个人无要听伊的话？但是每一摆有人要行过去的时，因嘛是真好心来提醒因。
就安尼，即件代志几啊天过去啊，经过壁的人拢真安全来通过，无人拄着危险。所以这老太太就感觉真奇怪，但是嘛有淡薄仔失望，为什么即个壁无倒落来？伊就哪行哪想，不知不觉的中间就行到迄个壁下遐，然后伊跍落来，伫遐详细查看，为什么即个壁无要倒落来？但是就伫迄时，即个壁就倒落来。老太太嘛，互一个落落来的砖仔来拍伤。兄弟姊妹，提醒别人保持敬醒，非常的简单。因为咱定定在看人的缺点，所以一个仔就会当指出伊的失错。但是要互家己保持敬醒，会当讲非常的困难，因为咱拢看袂见家己的缺点。所以伫教会节期的第一主日，就是今仔日第一大港主日。今仔日嘛瓦滚2024年的年底。伫即个时阵，咱会当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的信仰。我的信仰到底是起造是甚物款的基础？咱嘛会当开始做适合咱家己的灵修的计划，下定决心来实践，互咱家己的每一天会当行伫合主心意、合主欢喜的道路的顶面。咱做伙来祈祷，主，愿期待你搁来。主，你第一届来救赎阮的性命，互阮会当得到救恩，互阮的罪会当来得到洗清。主，愿期待你搁来，因为你会搁来，要互阮即个会败坏身躯得到改换，互阮会当承接上帝的国度。主，恳求你伫大港节期，伫阮准备欢喜庆祝圣诞节期的时，互阮搁一届敬请听候。互阮备办好阮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出世。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做伙来讲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做伙来读2遍。也愿主互恁三听，线听众人意花充满，亲像阮的听恁，直到坚固恁的心诚信。无贪嫌，伫咱的父上帝面前，伫咱的主耶稣基众信徒过来时，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到13节。也愿主互恁三听，线听众人意花充满，亲像阮的听恁，直到坚固恁的心诚信，无贪嫌。伫咱的父上帝面前，伫咱的主耶稣甲伊隆重的信徒过来时，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到13节。三角来因诗回应上帝话，信诗575首，信诗575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谢秀雅长老、林婉莹技师、施淑胜技师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教育组定伫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电影分享会。第4点，教会2024年圣诞节期活动有5个，欢迎兄弟邀请朋友参加。第6点，教育组招募圣经手抄本，有画线，也是笔记的个人圣经，有价12月8日礼拜二伫1楼展览。教士具圣经公会册，甲逐款圣经展览，请大家做伙参加。第9点，小会长伫12月14日礼拜六上午9点到下晡3点半要举行事工研讨会，请新旧人长及新人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甲敬拜团长参加。第10点12月14日礼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要邀请许荣峰牧师主讲长老教会的精神甲体制，欢迎兄弟参加。11点小会定伫12月22日礼拜二圣诞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想要认识信仰的
请陈美玲牧师报名，好安排洗礼课程。少年团契定伫12月4日礼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吴凤约老师带领提升激励与认知能力课程，请客友参加，有准备午餐。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好，咱来欢迎这位谢婉芳小姐，欢迎你，欢迎，欢迎，欢迎。好，伫遮来介绍咱接续落来有一寡圣诞节的这期的活动。咱搁来即个拜六吼，暗时7点到8点半，伫咱教会3楼有一个恩典之夜，所以咱透过诗歌、经文，咱做伙来陪伴咱的心，所以欢迎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然后伫1楼，咱嘛有准备咖啡、地点的招待。好，过来咱有一个定情，就是12月14号拜六上午是9点半到11点的柯牧师，和邀请柯英宏牧师来主讲。长老教会的精神甲体制，嘛欢迎咱所有兄弟拢会当来参加即个演讲，或是9点半开始到11点。好，这是咱来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世界、台湾甲各地宣教师祈祷，互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甲咱的新的事工组，即个长老执事的服侍来祈祷，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受孕，嘛为着带院的雨婷姊妹来祈祷。互咱幼春节，互伊嘛第2届入去病院做化疗，恳求主来，互伊快力。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白长老娘，方美姐、丁友香，今仔日保时捷丁友香，因全家有来到咱的中间，互咱嘛做伙来替因搁一届来祈祷吼，望主紧紧来医好丁友香的骹。咱嘛为着林水长老、赵龙香、民主姐、阿卡姐。道明乡俊生兄、张老师、龚基姐、陈基乡长老以礼、素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互咱开喙为着这兄弟姊妹、这事工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阮着爱常常祈祷。阮毋若为着家己的需要祈祷，阮也爱为着兄弟姊妹，为着阮的国家，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因阮看见即个世界哪来哪对落，主，阮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伫即个黑暗的时代，会当来敬请来听候主耶稣你会过来。主，阮也要为着伫世间有真侪人伫受苦难的。无论是政治上的不安、发生战争，也是饥荒，也是天灾所引起的生活困难，主恳求你拢拯救，伸出你的手来帮助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台湾。阮也有真侪同胞也未认捌你，恳求主你来，互阮遮基督徒，互阮会当。有传福音的心志，来将你的福音来传扬，互阮要未信的亲人朋友，也是已经领心倒退真久无来到你的面前，而遮的兄弟姊妹，恳求你也互阮会当用疼心来挽回因。主，阮也要为着阮逐国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特别伫战争所在遮宣教师，阮特别要纪念广福牧师、唯一牧师，因伫缅甸伫遐传福音，面对真不安的局势，因犹原坚持伫遐。主，也是有真侪宣教师，因伫面对基督教无好的安尼无友善的遮环境的遮所在伫传福音。恳求主，你也保守因，互因有平安，互因所做的事工，虽然是亲像一粒的种子，总是有一天会发芽、会成长。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姊妹、兄弟姊妹来祈祷，
怀孕的姊妹，也是身躯欠安，住院疗养、做化疗、做复健的兄弟姊妹，恳求你保守，互阮虽然伫无爽快的中间，总是互阮会当坚调你，互阮相信耶稣基督，你毋若要救赎阮的性命，你也要帮助阮，互阮伫病痛中间，哪有信心会当来继续仰望你。主恳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未来一个礼拜阮的生活，互阮每一日活伫合主心意的内面，互阮敬请听候主耶稣的过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因信息389首，信息389首，因死了，请等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